今日咱四牧师要带来信息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予阮伫主日的时，会来到圣殿敬拜你。主感谢你为阮陪伴，因为你就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你上界知影，阮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主就恳求你通过你的话来供应阮每一个人。主，阮要将阮以下时间交托仰望你，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讲到的题目叫做耶和华以勒。咱知影这几个字是出对倒位无？圣经的倒位？新约也旧约？旧约倒一卷就创世纪啊，真好。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要献伊的囝的时，上帝为伊陪伴一个羊羔安尼。所以讲到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讲耶和华上帝，伊一定会为咱来陪伴。所以咱互咱看见。耶和华上帝，伊是对亚伯拉罕的时代，到伫以利亚的时代，甚至到伫今仔日，咱即马生活的时代，咱的上帝拢会为着属于伊的人来陪伴的上帝。今仔日咱看到两位所在的圣经节，拢讲到同一件代志，是讲到啥物？上帝随时会当供应陪伴以利亚先知伊所需要的。讲兄弟，无论以利亚伊伫倒位，上帝伊拢照着无同的方式来供应伊所需要的。通过以利亚得到饼，得到满足，这个道的方法甲环境，互咱会当体会到咱的上帝，伊毋但对伫伊的奴仆、伊的生活有负起完全的责任，同时上帝嘛毋忘。伊的囝儿会当伫每一件事项内面，拢会当起造伊囝儿的性命。所以今仔日，咱来对上帝每一摆来供应以利亚所需要的过程甲环境，会当体会到上帝爱咱学习的功课。第一个，伫基律溪边乌鸦的饼，互以利亚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列王纪上卷14章第2节到第6节，伊安尼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讲，你着离开这，我对东西去。你伫约旦河的东西基律溪边，你要啉迄个溪的水，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攻击你。伊就去照耶和华的话来行，去点伫约旦东西基律溪。早起时，乌鸦甲伊带饼甲肉，下昏时也带饼甲肉，伊啉溪里的水。讲兄弟，上帝要伫这款的经验中，要互以利亚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当咱听了拄则我所读的圣经节，列王纪上卷14章第2节到第6节，无的确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想法讲，以利亚踮伫家己溪边啊，袂歹呢。毋免做工，毋免透早，要为着工作走总创啥物？还有饼有水，而且还有肉通食。这个环境嘛袂歹呢。总是听兄弟，当咱若是详细有在读圣经，咱就会发现，其实这款的环境并无互以利亚感觉满足。为什么？因为咱要知乌鸦这个鸟类，伊是一个杂食性。我真爱食迄个小烂的肉，腐肉，还是垃圾粪扫者的鸟类。所以对以色列的眼中，乌鸦伊是互人看做无清气的鸟类，是无清气的鸟类。所以咱要想看卖，对先知以利亚来讲，要食迄个无清气的鸟类乌鸦所带来的迄个饼甲肉，这种的生活。毋是享受，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痛苦。总是伫基律溪边，上帝用无清气的鸟类，为着以利亚来陪伴饼甲肉，这就是上帝爱以利亚去顺服的一个功课。
所以伊利亚需要去顺服上帝的心，来面对迄当阵的环境。听兄弟，伫圣经中，甚至是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上帝也常常会将伊所听的家人，放伫咱所无愿意面对，也是讲咱无意爱的环境中，互咱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圣经有足个咧，总是我讲一个咧，伫创世纪中间的迄个合甲，伊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某。总是咱知影，因为亚伯拉罕的某撒来无法度生囝，所以就用伊的女婢和亚伯拉罕来做伊的妾啦吼。所以当合甲伊有生了后，伊就开始看袂起伊的祖母撒来。所以撒来心内嘛足郁卒的，就对亚伯拉罕兄得到权柄，伊就虐待苦待合甲。合甲因为挡袂牢撒来对伊的歹，所以就对撒来的面前走出去。伊伫旷野的路呢，伫水泉的边啊，伊拄着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对伊讲：撒来的女婢合甲，你对倒位来？你要去倒位？合甲就甲伊讲：我对我祖母撒来面前走出来。听兄弟，咱会当想看卖，一个有生的人，有生的一个女婢，伊离开伊的主人的家，伊到底要去倒位会当食做会当稳定生活的所在？虽然只是伊是行家己的故乡爱去的所在。总是伊真正毋知影这个路程爱行偌远，到底倒位伊才会当停落来、稳定落来，将囝生落来。就当伊感觉孤单绝望的时，耶和华的使者听到伊的回答，伊对伊讲啥物？你倒去你祖母遐，降服伫伊的手下。听兄弟，咱看到圣经的记载。上帝毋是听了合甲伊的痛苦了后，为伊改变伊的环境。上帝无为着合甲改变任何的环境，只是甲伊讲：你倒去你祖母遐，降服伫伊的手下。上帝犹原爱合甲转去伊所无愿意面对、阁无意爱迄个环境中去。咱若有继续读圣经，咱就知合甲会伫撒拉的手下。你知影几年无？13年。13年的时间，当伊的囝会当大汉起来。伫这13年中间，伊学会向顺服的功课，所以伊的性命因为学习到顺服的功课，伊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伊的囝大汉起来，会当食做一个大国。听兄弟，上帝常常会将咱放伫咱所无愿意面对，或者是无意爱面对的迄个环境中，要互咱学习顺服的功课，就是毋望咱会当有这个顺服这个真水的属灵的品格伫咱的生命中，互咱会当来领受上帝祝福甲稳定。上帝借着乌鸦所带来的饼甲肉，互以利亚伫伊的生命中来学习顺服。互伊的生命哪来哪信实美好。今仔日，咱每一个人嘛同款，咱也要面对咱所无意爱、拄着迄个环境，也是讲无愿意去面对的即个乌鸦。互咱会当学习以利亚，顺服伫上帝面前，也得到即款真水的属灵的品格，顺服，互咱的生命来领受上帝祝福。第二个就是撒利法蛇迄个寡妇的饼，这个饼互以利亚学习性格。圣经记载，当基利溪的水干了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伊讲：你起来，到伫西顿的撒利法，徛伫遐，看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守寡的人邀请你。大先咱看到，上帝爱以利亚到伫撒利法城，这个城是以利亚伊上界无应该去的所在。为什么？因为撒利法城
伊就是王后阿瑟伯伊的故乡。阿瑟伯就伫对个所在撒利法城来成长的，所以这个所在是迄当阵拜巴力的一个中心。大部分所有的人差不多拢是拜巴力。第二个，上帝也互以利亚去投靠一个伊上无应该去投靠的一个人，因为是啥物？因为孤儿寡妇常常拢是需要别人甲伊救济帮助的人，所以上帝却互一个需要别人救济帮助的人，寡妇去扭刺以利亚。而且咱要知以利亚，伊是一个心灵的男子。上有一句话讲啥物？寡妇门前是非多。上帝互以利亚去丢靠一个寡妇去互一个寡妇来扭刺，这是一个真大的试探。因为以利亚伊每一天拢爱面对这个试探，需要真正有性格的生活来赢过这个试探。所以耶和华上帝互伊的奴仆以利亚到伫撒利法城去接受一个寡妇的扭刺，若是要互伊维持伊的生活，更较重要的就是爱伊学习这个性格的功课，爱伊学习性格的功课。伫圣经中，咱看到17章16节以后，17节以后，咱知影以利亚伫生活中伊是完全的性格，因为当寡妇伊的囝得到当爸死，伊就开始埋怨以利亚讲啥物？上帝奴仆啊，我甲你有啥物干涉？你来我遮，互上帝记得我的罪，互我的囝死啊！咱对寡妇的埋怨中，咱无学着真容易会当看出。伫伊的眼中，以利亚伊是一个完全性格的人，因为伊认为，就是因为这个性格的以利亚来到伊的身边，住伫伊的兜，才互上帝收着伊的罪啊，收起伊的罪，递到伊的囝来死去。所以咱人真肯定讲，如果以利亚伊无伫生活顶悬来得胜，伊就袂有列王记上卷18章迄个伫加比山顶的迄个得胜。因为生活中是毋是有性格，会直接影响到咱这个人，咱的侍奉，咱所做的一切，是毋是互主来欢喜？上帝借着寡妇的饼，互以利亚来学习伫生活中爱性格。上帝对以利亚的心意，其实嘛是对咱每一个兄弟咱的心意。上帝毋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生活中会当性格，除了伫生活顶悬爱性格，来我拄则有讲，撒利法城这个城市，上帝爱以利亚，搁要学习的就是伫信仰中爱性格。咱知拄则我有讲，这个城市就是王后亚瑟伯的故乡，周围的人大家差不多拢在拜巴力，伫迄个城市。以利亚毋但爱学习，袂受到拜偶像的影响，而且搁要通过家己的性命，会当活出上帝的光来去影响遐拜偶像的人。所以当这个寡妇的囝过活了后，伊对以利亚讲：但我知你是上帝奴仆，你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通过这个寡妇伊的见证，互咱看到上帝先知伫撒利法城，伊是完全性格。我想这伫以色列人因的经验中因的历史的过程中，常常困扰伊的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因伫信仰顶悬无性格。因常常拢安那，一面要讲起耶和华上帝的名，另外一方面搁去拜巴力。所以咱伫士师记的中间，士师时代看到因是安尼，到伫撒母耳的时代，因嘛是安尼，甚至到伫以利亚的时代，这以色列的百姓仍然是安尼。
因常常伫信仰顶悬无性格，所以上帝借着撒勒法社寡妇的饼，要互以利亚来学习伫信仰顶悬爱性格。伊嘛毋忘每一个属伫伊的家人，咱伫信仰顶悬也爱性格。咱活伫台湾这个社会中吼，咱这个土地顶悬，其实想看卖咱伫生活顶悬，嘛有真侪代志需要咱真谨慎爱性格，因为有真侪受到扭曲，也是讲这个错误的道德观念，也是真侪代志，以前唔通做的，偷偷做的，即马拢公开做、公开讲。所以真侪错误的这个观念，拢直直的影响咱。所以咱要转来咱的生活，求上帝帮助咱过一个性格的生活。其实唔难呢，咱伫信仰顶悬，咱嘛有真侪交叉。特别即马中国甲台湾两化各类的往来真侪，甚至有真侪基督教的极端，也对中国不断传到台湾来。特别是最近咱常常有听到的东方闪电，也是全能神教会，因拢专门找这基督徒啊，找咱这基督徒来下手。因为这个异端，伊袂甲你讲完全甲圣经无共的话，伊会讲淡薄仔圣经，佮讲因家己的安尼。所以伊会甲你讲啥物？讲第一届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伊是查甫的啦。咱知耶稣会过来，当耶稣过来第二摆时哦，这是因的讲法。第二摆来的时，伊道成肉体会成做女性，所以耶稣基督过来会伫中国是一个女的基督。伊就用这款的话来混乱基督徒。所以咱伫咱的生活的周围，咱嘛看见上帝有缘为咱。放伫这个撒勒法社的寡妇伫咱的周围，上帝毋忘咱会当学习性格这个属灵的品格，因为吊咱的上帝，听咱的上帝，伊是性格的上帝。咱应该学习伫生活中、伫信仰中，咱来性格，只有伫生活甲信仰顶悬性格，咱才会当得到快乐，亲像以利亚同款，伫加密山顶。有一个完全的得胜，咱才能靠着上帝伫咱的生活中刚强靠主来得胜。第三，伫罗顶树的迄个天山的饼，要互以利亚来学习刚强。咱看到19章的记载，当亚哈王伊转到以色列城了后，伊就将以利亚安怎杀死这个巴力的假先知的代志，甲伊的某亚瑟别讲。亚瑟别听了后，就派人去恐吓以利亚，讲啥物？明仔载约了这个事，我若无互你的性命，亲像因中间一个人的性命同款，愿遐的上帝加倍责罚我。想想这，上帝落幕以利亚，进前拄啊遮尔有信心，遮尔有快乐，总是亚瑟别一句话。就互伊惊甲别窜，惊甲要逃走，所以就起来逃走。到伫别示巴了后，将罗卜留咧，佮继续走一个路，到伫旷野一个罗顶树诶。伊伫遐创啥？毋是祈祷，是祈祷啦。总是要甲上帝祈祷啥物？互伊死。伊讲啥物？大煞耶和华，求你赐我诶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做较硬，所以伊就倒伫路灯树下困去啊。所以有天使来甲伊带伊讲起来食，伊看伊就看见有饼甲水伫伊的面前。伫圣经中咱看到，上帝伊照着伊的使者，亲自互以利亚水甲饼。即时伫路顶树下。这个以利亚，伊是非常的野性，非常的忝，伊是非常的软弱。伫路顶树的以利亚，上帝无即时
用乌鸦来供应伊。伫罗顶树的即时的以利亚，上帝嘛无用杀戮发射的迄个寡妇来做饼互伊食，伊即时伊是照着天使的手来供应以利亚，所以咱会当体会到上帝对咱人的疼甲迄个怜悯。伫以色列人的观念中间，上帝的使者就是代表耶和华家己。伫以色列人的观念中间，圣经中间也是讲着，伊拄着上帝的使者，意思讲啥物？伊看见上帝，就好亲像今仔日一个国家的大赛，伊到伫倒位，伊就是代表迄个国家。所以当以利亚充满着惊吓，非常野心的时，当以利亚感觉家己无比伊的做更较赢的时，当以利亚感受着特别孤单、特别无助的时，上帝就照着天使，互伊水甲饼。望以利亚会当明白，无论环境安怎，无论即时伊家己的感受是安怎，无论伊即摆的生命的情形是安怎，上帝对伊的疼永远拢袂改变，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就伫伊的身边，这就表示上帝永远甲伊伫地。上帝要因为伊的软弱、伊的软弱、伊的失败来离开伊。今仔日咱嘛有可能也拄好亲像倒伫罗长树的迄个以利亚同款，咱感受到咱家己的软弱，咱感受到家己的野心，感受到家己迄个失望甲失败，总是以利亚伊的经验提醒咱，无论咱是偌尔软弱孤单，以马内利的上帝永远拢袂离开咱。伊反倒会照着天使的饼，或者是周围的环境，将上帝的疼藏伫咱的生命中。听下这，通过天使的饼，互咱会当体会到咱的上帝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当咱还未开嘴，还未讲出来，伊就已经知影咱的所需要、甲所求的是啥物。毋但安尼，伊阁会伫上界适当的时机来供应咱所需要的，互咱知伊疼咱，因为咱是伊的囝儿。上帝希望咱会当体会到，上帝所收拾互伊的囝儿的，毋是迄个惊吓的心事，伊是迄个刚强、仁爱、坚守己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望以利亚会当学习刚强，继续为主做水的见证。也这伫咱的生活中，也常常有天使的饼藏伫咱的周围，互咱会当对软弱、冷淡变做刚强、火热。上帝话就是咱生命中的吗哪，是咱的日食。上帝话就是藏伫咱的生活中的天使的饼。所以咱爱通过咱每一天的读圣经，将上帝的话藏伫咱的心内。有需要的时，上帝话就走出来。因为路加福音第1章37节有讲，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上帝希望咱通过伊的话得到快乐，学会晓刚强，会当伫生活中来得胜。听下这，先知以利亚会伫生命无同的阶段中、无同的境遇中，咱看到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伊也照着无同的方式、甲无同的环境来供应伊所需要的，而且也来启造伊的生命。所以上帝希望属于伊的人，拢会当学习、顺服、圣洁、甲刚强。听下这，上帝疼以利亚，上帝也上管疼咱每一个人。咱当甲彼个人讲，上帝疼咱。而且咱要知，上帝对以利亚的疼，对咱的疼，
甲伊利爱听并无任何的分别。上帝愿意今仔日在座每一个兄弟，伫咱的生命过程中，真正会当体会到，伊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伊是随时为咱陪伴黑暗的饼、寡妇的饼、甲天使的饼，互咱会当有迄款的水的属灵的品格伫咱的生命中，而且无论咱生命情形安怎，咱都会当体会到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而且伊会供应咱、教养，而且甲咱同在。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会当互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咱会当学习，也会当真正去体会，互咱的生命更较顺服、更较圣洁、更较公正，而且伫咱的生活中为主来做水的见证。愿上帝恩典甲快乐甲咱伫地，互咱拢当诚做伊所欢喜的家人。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阮的主上帝，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献上感恩，感谢你，因为你听阮，因为阮是恁的家人。做着恳求你来帮助阮，当阮伫生活的中间，阮若是有软者的事，主阮会当想起，你就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你随时拢知影阮所需要的，主你毋但会供应阮，主你搁较会帮助阮伫生活中会当学习。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哪来哪互你欢喜。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当阮在软弱的时，求你会当帮助阮，通过你所手赐阮的饼，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光强。也求你来带领阮，互阮伫生活无论倒一款的环境中，主阮拢看见上帝你爱阮学习的功课，因为阮知上帝。你伫阮上需要的时，你会为阮陪伴，而且甲阮同在。主恳求你来帮助阮，当阮在软弱的时，上帝你就诚做阮的快乐，扶持带领阮继续行头前的路站。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